委拍算要推动修法，希望讲这个核电厂的营业会当随时来申请，唔免阁受限制。甚至这个前核四厂的厂长王碧辉伊也阁讲，若准这个核三厂停止运作，咱台湾就会随欠电。也毋过，冇反对核能的团体是表示讲，若准这个核电厂要继续放，就要用上新的标准去做第一调查。 国民党立委阁开记者会，强调国内欠电一定要互核电厂营业，重新要推动修法。民间团体表示认同，嘛提出kiến招，指出住伫核电厂边啊，辐射剂量相当10支kiến招，比少一个电工200支kiến招阁加。呼吁反核团体唔通阁袂惊吓，嘛认为无用核电，定会互国内火力电厂全开。台湾现在的低碳电力全球排名第48名，非核家园造就了这个 火力的一个高的占比啊，这个对台湾没有帮助，对地球也是一个伤害。前核四厂长王碧辉表示，家己是非核家园上大受害者，拍拼兴建16年的电厂，一时间封存。伊认为，若核三停止运转，供电风险增加。年3台2部机停电的话，占台湾多少？6%跟7%左右，谁来补？一定没办法马上补，对不对？那时候停电又是各位遭殃。 同一时间，反核的环保团体举行切尔诺比核电厂灾变意外满38周年记者会，强调核灾的毁灭性。当期反核时的在地人士强调，以早无做详细调查就起核电厂，若要营业老旧的核电厂或者是重启核试，拢应该做详细的调查。 地址要好好去调查，严谨调查。那这个东西调查都很久，那和1、2、3年一样。那要谈研议，搞不好是2任总统后的事情了。 我们的3座核电厂都要到了40年的除役的阶段，好好的把它除役掉，好好的处理，然后我们再好好的发展绿能。两边拢有讲法，目前后面指出，因应气候变迁，天然气甲核能是过渡性的选项。不过冇但书必须设置低放射性核废料最终处置设施，嘛要提出高放射性核废料处置设施的计划。记者林志坚、陈昌培台北报道。